2025年香港整體罪案錄得89,137宗，下跌近6%。雖然詐騙案同暴力罪案雙雙回落，但係青少年犯罪就逆市上升近1成。保安事務委員會審議年度治安簡報，警務處處長親自剖析數據背後嘅隱憂。香港到底係咪變得安全呢？歡迎收睇議會開箱，我係李思朗，我係黃宗偉。根據警方提交俾立法會最新嘅文件，2025年香港整體治安趨向穩定，整體罪案較2024年減少咗5610宗，其中暴力罪案更加大幅下跌15.9%。嗱，市民最關注嘅詐騙案咧，就由2024年嘅高位回落，舊年咧錄得大約43000幾宗。不過喺普遍錄得跌幅嘅罪案數據入面咧，有幾個類別就異常上升啦。兇殺案、嚴重毒品罪行同埋虐兒案嘅增幅較為顯著。警務處處長喺會上特別就整體罪案走勢作出解說。整體嘅治安情況咧，全香港2025年咧總共係錄得89,137宗嘅案件，比起2024年咧就係下跌咗5.9%。暴力罪案方面咧8,823，跌咗15.9%嘅。喺過去幾年咧，我哋都不斷咁致力打擊呢個詐騙案。舊年嘅數字都係高企嘅，係有43,212宗。但係咧較之前嗰一年2024年咧輕微下跌咗2.9%。亦都係2019年開始咧詐騙案逐漸上升之後咧係首次下跌。錄得上升嘅有兇殺案啦、嚴重毒品以及咧係失車。雖然整體罪案下跌，但係議員喺會上面最憂慮嘅係青少年犯罪問題。喺當局提交俾立法會嘅文件入邊顯示，10歲到15歲嘅年齡層被捕少年犯嘅人數上升咗9.7%，而佢哋主要係涉及傷人、嚴重毆打、刑事毀壞、雜項盜竊等等嘅罪行。有議員表示關注，質疑背後到底係咪出現咗組織性嘅犯罪？我亦都留意到，其實喺嗰個少年罪犯當中嘅數字上升啦，包括係10歲至15歲嗰個嘅罪犯係比較嚴重嘅，當中係涉及到係傷人啊、嚴重毆打都係上升咗15%啦，刑事毀壞咧上升係最高嘅92%嘅大約。有冇一啲嘅即係你哋分析嗰個案情當中咧，係咪多咗一啲嘅犯罪分子係利用我哋嘅青少年咧進行犯罪？因為你見到即係傷人同毆打咧，其實真係好嚴重，加埋係刑毀嗰方面嘅。但係咧，我哋睇到咧都冇咩一啲組織性咁，可能咧一啲譬如你話刑事毀壞啊、縱火呢啲咧，可能係一啲惡作劇嘅，可能較為比較多一啲。但係咧頭先我啱啱講過啦，就係惡作劇唔代表佢冇犯法，同埋咧如果呢啲咁嘅星星之火咧，係唔可以俾佢繼續去燃點嘅。嗱，整體罪案下跌咧固然令人鼓舞，但係青少年犯罪嘅低齡化同埋惡作劇心態咧，就係社會需要共同面對嘅長期警號。保安事務委員會下次會議就會討論銳眼計劃嘅具體進展。嗱，呢一套監控系統對於未來治安有啲乜嘢嘅影響呢？我哋議會開箱會持續跟進。多謝收睇議會開箱，再見。